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Peter。今日係講比較多 MyV 舊款嘅呢種鎖匙，佢嘅 remote 突然間唔用得，開唔到車門，有兩種方法。一個係教你點樣開車門 off alarm start engine，第二個方法係點樣教你 setting 翻去呢個 remote。以下呢個 video 你睇咗你就知點做啦。OK，兩種方法，第一個方法用鎖匙開車門先，因為 remote 唔用得，開唔到車門，開咗。多陣嘅牙冧響噶啦，打不食啦，閃咗，牙冧響咗，原裝鎖匙啊，插入去，轉咗安，就 off 咗牙冧，就可以剎車。因為入邊呢個原裝入邊有一個 chip 嘅，個 chip 入邊 sensor 一 sensor 到佢就 off 牙冧啦。如果你本身做一支普通嗰啲鎖匙啊，係冇 chip 噶啦，係 off 唔到牙冧，就可以轉 off 唔到牙冧。OK， 第二個方法點樣 program 呢個 remote 呢個 setting 走咗 ，OK。轉你5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佢響咗，你撳兩下，佢響咗，佢證明呢個已經入咗啦，可以function啦，就得噶啦。鎖門先，OK 靚靚。如果唔得，你就要換電池噶啦，換咗電池再setting佢，用呢個方法。